倒定这66266666块，就是8号、17号蓝天宫准备买伫过年时作为博杯比赛头奖。庙方注意表示，去年的头奖是小货柜屋，但拔掉性奖却将货柜屋回关予庙内，所以今年特别改为创业金666660块，而且奖金是由这位受到本府千岁庇佑的信众自由领关。蓝天宫本府千岁是无开到半仙钱。咱去年咱这个货柜是天价啦吼，啊去年这个货柜吼就是拔掉的人吼，过来捐献吼本府千岁。我发觉讲这信徒大家吼真好啦，今年还阁用货柜啊，我今还阁有第二个阁捐出来啦吼。啊本府千岁吼是真正是要有这人来有这个福气吼，把这个钱砸等于发财啊！啊所以来改变吼，讲来用这个做大家来寄付者，跋杯头奖666666啦吼，啊，搁来一个17名的6666，象征着阮17号啦吼，所以总金额就是779988啦吼，这是阮本府千岁家己发挥吼，找来信徒。大家来捐献的吼，啊，这个做拢无开着庙的半角银啦吼，啊，来阮做17号蓝天宫本府千岁遮点灯跋杯吼，这一年幸福满满啦吼，明知啊吼山有虎啊吼，天象虎山行啊，带着你的吼手气、运气、福气啊，甲勇气来虎山17号蓝天宫本府千岁遮拜拜就对啊。蓝天宫位伫咧8号目架寮17号部路，是一间规模无大庙宇。主事的本府千岁真应外庄，帮助过真侪信众事业成功。这的主请议员也拢是本府千岁信徒。资格赛了，可以参加比赛，可以就哇！取得资格赛呀，2杯就可以取得资格赛耶。新春期间，只要来到庙内点灯，就有一届拔杯机会，各会当摕到人来了露营区免费露营券，拔出2个圣杯，就当进入决赛。第2月13日总决赛，东港拔出上侪圣杯的人，会当将倒定这666666块的创业金摕转去厝。另外，前17名上侪圣杯的人，嘛当摕到6666块的发财金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